西部水域以往係中華白海豚嘅棲息地之一，不過而家港珠澳大橋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依家出海只係會見到傾倒泥沙填海嘅躉船，白海豚就失晒蹤。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邀請漁民同埋傳媒出海視察機場附近嘅大小蠔灣、大小磨刀洲同埋人工島海域，睇下工程對海洋生態嘅影響。有漁民不滿填海令到捕魚區縮細，希望政府日後進行相類似嘅工程之前，先進行廣泛諮詢，補償漁民嘅損失。由屯門出到香港水域以外都要起碼個幾兩個鐘頭嘅路程，咁你基本上過咗香港水域以外都要2個鐘頭嘅路程，咁你話個來回嘅路程都4個鐘啦，嗰個油嘅油錢都多咗啦，所以嗰個運作成本開支係大過以前好多啦。環保團體就批評工程破壞海洋生物嘅棲息地，認為政府未有考慮海洋本身可以帶嚟嘅經濟效益，就盲目填海。香港政府好多時就係話淨係考慮嗰個基建發展帶俾我哋經濟效益，但係佢哋冇考慮到，喂，原來我哋個海洋都會為我哋提供魚類啊，或者提供即係可能一啲生態旅遊提供啲服務出嚟，造成啲經濟嘅價值。政府計劃喺香港西部水域大幅填海約200公頃，有環保團體就批評政府冇做過策略性環境評估，就先選好地址，再去量度對環境會造成幾大嘅影響。有漁民就話填海好影響佢哋嘅生計，相比70年代，佢哋嘅漁獲減少咗大約80%，希望政府可以審慎處理填海嘅計劃。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陳淑敏報道。